希伯來書第10章，法律並唔係將來基督美好事物嘅真相，係基督事物嘅影像天天，同樣嘅事物突然一出現上，法律要樣板做得通過兩道事物，使來到上帝面前嘅人上做完全呢？那係有可能。一切嘅獻祭早就停止了，因為基督敬拜上帝嘅人，既然嘴已經得到潔淨，就唔會再有嘴嘅感覺了。事實上，突然嘅獻祭反正是人想起自家嘅嘴，因為牛牯和山羊嘅血無法吐出脫人嘅嘴，因為咁樣。基督來到世間嘅時，對上帝講：你莫愛祭物老供物，你已經為愛準備身體，你也莫介意受化祭老贖罪祭，所以愛講：看啊，愛來咧！上帝啊，愛來係愛遵行你嘅旨意，就像法律書所記載關係愛嘅事。一開始佢講。你莫愛也莫介意祭物老供物、受化祭老贖罪祭。雖然兩道祭物係照法律嘅規定所獻嘅，佢還按樣講，接着佢又講：看啊，愛來咧，係愛遵行你嘅旨意。可見上帝持守先前一切嘅獻祭，愛用基督嘅犧牲來替換。就上帝倆嘅旨意，耶穌基督獻自家嘅身體，一擺就圓滿，本愛到聖化來歸主。每一個猶太嘅祭司，當日期等侍奉上帝，常常獻同樣嘅祭物，總係倆道祭物永遠無法吐出脫人嘅嘴，總係基督獻贖罪祭一擺。永遠就友好，然後坐在上帝嘅右邊，等候上帝本己嘅天人降服在佢嘅腳下，因為佢獻祭一擺，給到聖化歸主嘅人就永遠完全。聖靈也對愛道作證，佢先講：主按樣講，在將來該條日嚟，我愛留佢條立兩種記錄，我愛將我嘅法律。放入佢條嘅心，寫在佢條嘅頭腦。然後佢講：我冇愛再記得佢條嘅罪惡老過犯。既然兩道罪得到赦免，就冇需要再有贖罪祭了。所以兄弟姊妹啊，通過耶穌流血到死，我哋就做得安心入去至聖所。耶穌已經為我哋開一條又新又長嘅路，兩條路透過布簾，就係通過佢嘅身體。既然我哋有一個大祭司掌管上帝嘅家庭，咁樣我哋應該用誠實嘅心、堅定嘅信心，用已經潔淨無邪惡嘅良心，留清水洗過嘅身體。來親近上帝，我哋愛堅定持守我哋所高拍嘅盼望，因為應許我哋嘅上帝係信實嘅，我哋愛彼此關心，激發愛心，勉勵行善。有啲人表達參加聚會嘅習慣，唔好學佢哋，反轉愛互相勸勉。你哋既然對主嘅日嚟會多嚟，還較愛安樣，因為我哋認識真理以後，那係還故意犯罪，就唔會再有贖罪嘅機會嚟，只有降降落落等候審判老嘅愛消滅對貼上帝嘅人嘅烈火，違反摩西法律嘅有2-3個人作證。就一定愛處死刑，得唔到憐憫。咁樣踐踏上帝嘅禮嘅，看強上帝立約嘅血，
就是結嗆自己嘴嘅血，又侮辱施恩典嘅靈，這種人會樣辦呢？相看呢？而家唔係會受到很較重嘅刑罰嗎？我到底係乜人講？神言在眼，我一定愛報應。又講，主愛審判佢嘅子民。落在完成上帝嘅手中，係樣辦得人驚啊！我記得往事嘅日嚟，上帝降召你到以後，雖然遇到千多痛苦，總係你都在奮鬥中並無失敗。有時你都是當中本人侮辱勞苦痛，有時也是同基督遇到了道苦難嘅人祈求下，你都分擔錯感嘅人嘅苦難，財產本人搶走，你都也歡喜認輸，因為你都知，你都有很較好有長存嘅產業，所以你都嘅勇氣唔好冇提起，這勇氣會帶本你到極大嘅獎賞，為到實行上帝嘅旨意並領受佢嘅應許。你都天錯愛忍耐，因為聖經講，假如係該愛來嘅就會多，唔會延長。屬我嘅義人會因為先得到生命，仲係佢那退後，我就唔歡喜佢。好的，我都唔係退後直到滅亡嘅人，我都係有信心來得救嘅人。